嗱，呢個係新款啦，比上一代咧係多咗去到80啦，上一代係65啦。這一款是 XL 的，好。嗱，簡單啲講啦，當佢咧你撐開佢個包覆性咧，越大。代表男同性態，你嘅子宮位、你個臀位、你嘅腰位係更加高、更加吸收。OK， 大家可以洗衣機洗啦。咁建議大家就最好甩翻洗衣袋啦。第二樣嘢，中性洗潔劑、清潔劑啦，唔好落柔順劑啦，唔好漂白水咧去洗嘅。OK， 因為佢係積入咗佢，咁佢清洗嘅次數咧，我同大家講咧，係你洗幾多次都好啦，佢係依然存在嘅入邊嘅成分。OK， 佢可以幫我哋暖宮啦，修復我哋身體機能之餘咧，第三咧，由於男同性態咧，佢抗菌都係非常之好，達到99%咧。我哋有時女性嘅私密處啊、白帶啊，係啦，一啲分泌物咧，佢都可以靠個穿着而幫大家改善。咁如果大家真係你有子宮痛啦，記住啦，經期記住啦，經期嘅，同埋有啲人咧，記住啦，個盆骨坐骨神經痛嗰啲朋友仔咧，着佢咧腰椎唔好咧，都可以着佢嘅。就是開刀啊，腰椎不好啊，呢個老師開刀，我媽媽開刀啊，70歲，她開腰椎。開好開滿，5節開了4節，墊片打了，支架打了，骨泥都打了，然後就後來又吃藥吃到過敏，因為她做完消炎嘛，要吃消炎藥。我就趕快叫他穿上我們的高濃度藍銅生態，讓他快一點可以正常生活。他大概10天下床，他就可以去花園種花、種菜。哇，真係種菜都得啦。OK， 有2隻顏色嘅 ，OK， 有2隻顏色啊。咁一個咧就係紫色啦，係啦，一個就係粉色啦。OK， 嗱呢個今日同大家講呢個，你哋可以團定高腰。OK， 而家買係講緊168蚊。如果你哋買到2條起148蚊，嗱，大家打個曲咧係 A2 紙，呢個 A2 粉。只要之前有穿過、有買過的人，如果是有摸過我們的布料了，有摸過藍銅生態的商品了，你就會知道它是完全不粘身，而且是非常舒服的一個狀態。成件都係藍銅生態，有65%。你個人又冇咁攰，出汗又唔怕臭，你又有涼快感，你不斷着住，不斷修復緊自己嘅皮膚身體，你補水又夠勁。因為成件衫都係嘛，你着住啊嘛。我覺得一樣嘢就係你當面衫着又得，你當一件打底衫着又得，你加件外套出街又得。OK， 咁呢件衫我覺得就都冇得輸噶啦，各位。OK， 你買好多件，你日日着唔同嘅色，襯唔同嘅衫，我覺得 OK 嘅。咁你話喂唔係啊，我第一次買啊，我上次長袖冇買啊，我想試下先，買1-2件試下先嘅。我覺得你去旅行要着，因為你會攰啊嘛，容易攰啊嘛。OK， 你去戶外活動你要着，因為你會長期會保持你嘅水分keep 起，比你正常狀態多26.1% 啊嘛。OK， 咁我覺得呢幾樣嘢咯，好似新年咁成日去旅行嘅，喂烈日當空曬住嘅，你都冇咁容易脫水啊，冇咁容易攰啊，係咪啊？咁你可以修復緊自己個身體，咁我覺得就係呢樣嘢咯。功能性嘅衫就要咁樣着。今日我去行山，係啦，個朋友砰砰聲行上去嘅，平時你咁樣嘅係咪？咁你都可以回復得快啲，我覺得都賺咗。OK， 呢個面料頭先講過係天絲嘅面料啦，再加到15% 嘅蠶絲嘅。所以大家實中意嘅，因為又滑溜啦，又透氣，又舒服啦，一件高級嘅棉衫。OK， 明唔明白？咁喺呢度買就1500幾，半價都要700幾。咁但係而家大家買咧一件就自己揀啦，一件係428蚊。如果你買到2件或以上咧，398。OK， 咁你買一件靚料嘅天絲，睇下個彈性同埋嗰個透氣同埋嗰個滑溜度。OK， 係好舒服嘅，肯定。同埋你一着就知靚嘢咯，貴嘢咯，即係你一着上身你就明噶啦。咁係抵着嘅。